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6章，上主甲我讲：人子啊，着面往以色列的众山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以色列的众山着听至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对大山、小山、山沟、山谷安尼讲：我要用刀剑毁灭恁的山头坛。祭坛要受拆毁，香坛受拍碎，受杀死的人要倒伫恁的偶像的头前。我要甲以色列人的身尸ฮ็伫因的偶像的头前，将恁的骨骸也散伫恁的祭坛四周围。无论恁住伫什么所在，恁的城镇拢要变做荒埔。山头坛拍远滴到祭坛荒废，偶像受拍碎毁灭，香坛受斩断。恁所做的一切拢要受诛灭。受杀的人倒伫恁中间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甲恁留一寡人，互因逃脱列国的刀剑，分散去逐所在。迄时，遐个脱离刀剑的人，伫受放逐的所在，要想起我，了解我因为因的不忠悖逆，以及心中恋慕偶像，内心艰苦。因会因为家己所做邪恶的歹事，厌恶家己。因要明白我是上主。我讲要降灾祸互因，毋是讲假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着占骹断手，讲惨啊！以色列因为做邪恶甲做互人厌恶的事，要死伫战争、枵餓甲瘟疫。伫远远的所在的人，要因为瘟疫来死；伫附近的人，要因为战乱来死；留落来的人，要因为饥荒来死。我要伫因身上摒尽我的大受气。因受杀的人的身尸要四散伫因的偶像中间，伫因的祭坛四周围，伫每一座大山小山的顶面。伫每一丛青翠的树甲茂盛的橡树骹，就是因捌往偶像献芳芳的祭的所在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一定要出手攻击因，我要互因的地荒废，对南方的旷野一直到北方的地别仔城。以色列人住的所在，拢要拍远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